猴子猴孫們，住手！你們不要再打人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嚟到烏布嘅聖后森林公園。馬騮喺巴厘島一直有住崇高嘅社會地位，因為佢哋被視為神話中神猴哈魯曼嘅使者。當地人咧亦都會認為佢哋係森林嘅守護者。喺17世紀啊，因為馬騮頻繁咁樣破壞附近村莊農田，所以咧當地村民咧修建寺廟去震懾呢批馬騮群，形成咗人猴共存嘅獨特生態。入到嚟都要遵守一啲園區守則，例如同馬騮 BB 保持距離，唔好直視挑釁馬騮，同埋唔好胡亂餵食。園區大約有600幾隻長尾獼猴，佢哋嘅特徵就係頭細面黑，長尾高翹。佢哋喺呢個園區自由棲息，行為唔會受到馴化，保留住原始嘅野性。同時都會有工作人員每日投餵香蕉、粟米、紅薯等等。見到大部分嘅馬騮仔啊，都係食同埋食。呢隻搞笑到連香煙都唔放過。除咗食咧，佢哋都仲有另外一個興趣嘅，就係打交。一般咧就唔會隻抽隻，多數都係群毆。亦都可以俾錢園區工作人員去陪伴餵食同埋拍照。網上流行一種引誘馬騮去搶食物，營造自拍嘅感覺。呢個小朋友就最搞笑啦！佢原本就好驚，但係都好勇敢咁堅持落去。工作人員諗住俾條香蕉佢去轉移視線啦，點知連頂帽都冇埋。千祈唔好挑釁班馬騮，佢哋真係好百厭啊！離開咗猴子森林，見仲有啲時間，諗起呢排頭髮長長地唔係太好打理，所以就嚟咗當地嘅barber shop去剪頭髮啦。未剪前，剪完感覺還可以，至少冇中伏。猴子猴孫們提你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我哋聽日見。